40歲以上嘅你，有冇諗過人生就係返工、放工同埋追趕 deadline， 做錯少少嘢就覺得好沮喪，遲到少少就覺得好大罪疚感，每日同時間比賽，呢啲日子我都經歷咗20幾年。而家望返轉頭，原來都係小事一樁，除咗生死之外，其他都係小事。裸辭並唔係逃避，而係為咗人生嘅下一步出發。我終於可以控制返自己嘅時間，攰咗就休息，鍾意幾時起身就起身，為咗成為更加好嘅自己。人生嘅意義唔應該俾工作嘅節奏去捆綁住。如果你覺得人生唔應該只有工作嘅話，如果你都想重新掌控自己嘅時間，勇敢停落嚟，重新選擇，俾自己一個機會做返自己。裸辭係為咗人生嘅下一步而出發，你準備好未？留言俾我哋嘅想法，或者睇一個需要勇氣重新開始嘅朋友。